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Wake and Watch。喺2022年嘅6月，喺香港發生咗一宗令人心碎嘅命案。一對港大畢業、有神學碩士學位嘅精英夫婦，喺屋企幫佢哋14個月大嘅女驅魔咗11個鐘頭，最後眼白白睇住佢衰竭死亡。問題唔係佢哋冇知識，而係佢哋可能信錯咗一套屬靈系統。如果你身邊有人啱啱喺復活節受完洗，佢收到呢本禱告手冊嘅話，你會點做呢？呢本手冊嘅來源好有針對性，佢係由美國 Bethel Church 伯特利教會發展出嚟嘅，再由一位叫做 Elisha 嘅姊妹出咗第一版。到咗2017年，由一位弟兄聲稱信服聖靈，組織出版咗呢本簡體中文修訂版，正式引進華人市場。好啦，禱告手冊入邊講咩呢？我哋睇下呢一頁。Elisha 佢話，當你禱告嗰陣時，如果出現胸悶、不適、壓抑、打喊路、咳嗽、昏沉，甚至瞓着咗等任何嘅彰顯，都唔使驚，可以用方言或者禱告嚟求主啟示問題所在，再進一步處理。但係喺正常嘅醫學常識入面啊，當你胸悶、不適、咳嗽、昏沉、壓抑，係你身體發出嘅危險求救信號，應該要盡快睇醫生先啱。而打喊路甚至瞓着咗都好正常，因為喺教會瞌眼瞓嗰啲人分分鐘都包括埋基督徒啦。如果冇，李協聰牧師都唔會叫人哋成日都眼睛睇我啦。來，眼睛看我，你要知道方言是對神說啊，我們一起開口說方言，噓卡拉巴拉，扣拉巴巴。來，眼睛看我，明白的你說明白。來，眼睛看我。但係呢本禱告手冊入面話，若果禱告嗰個人做出頭先嗰啲咁嘅行為舉止，甚至出現一啲怪異行為，呢啲都叫做彰顯，叫你唔使驚嗰啲彰顯啊。但係停一停諗諗，點解會驚呢？因為佢暗示咗呢啲行為係屬靈反應，即係魔鬼嘅彰顯。新聞入面嗰對夫婦可能就係因為深信類似呢啲嘅教導，當個女呼吸困難、身體衰竭嘅時候，佢哋唔係覺得個女有危險，而係覺得魔鬼彰顯緊，之後就繼續倒橄欖油，撳住個女繼續驅魔。好多人以為迷信係因為冇讀書，但呢單案嘅男被告係港大精英，佢去過加拿大維真神學院讀神學，但後嚟因為抑鬱症病發而退學。明明需要專業醫療跟進嘅人，如果遇到呢本禱告手冊就危險啦，因為手冊教你將所有問題都屬靈化，連腦部神經內分泌器官都要一一宣告主權。喺手冊引言入面作者 Elisha 寫咗好多個人經歷。佢話見到光，見到異象，領受新歌，呢啲經歷就好似夢咁樣，完全冇辦法查驗，甚至同聖經嘅救恩已經成全嘅真理矛盾。我喺2年前有一位朋友去咗澆喪受洗，教會中文部就送咗呢本禱告手冊俾佢，後嚟我沒收咗。大家睇下禱告手冊嘅背面，係寫住 Sozo Ministries 全恩侍奉中心。Sozo 係咩嚟呢？我哋聽下伯特利教會嘅教友點樣講。Sozo is a Greek word. It's used 110 times in the New Testament. It is the definition is to made whole, but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ed it saved in some circumstances, healed in some circumstances, and delivered in some circumstances. So it's a very interesting word study because when Jesus actually uses it, he's handing you a complete package, that there is more to salvation, there's more to healing, and there's more to deliverance. So it's, like I said, it's very interesting word study for us in the fact that the Lord has given us an opportunity to have the complete package of being made whole, and that there's not these like little separate components. 佢哋聲稱 Sozo 係一個 complete package 完整嘅套裝，包醫病、包趕鬼、包救贖。但如果你睇清楚入邊嘅內容你會發現佢其實係
將 NLP 神經語言程式學入面嘅時間線治療法基督教化。大家可以睇翻我呢條片。NLP 教你翻去過去嘅記憶片段，用想像力去改寫畫面。呢種做法分分鐘令你產生虛假記憶，甚至陷入一種半催眠嘅恍惚狀態。呢個唔係祈禱啊，係一套教你用想像力扮神回應自己嘅系統咯。Sozo 嘅要害喺邊？就係佢將個人嘅感覺凌駕於聖經真理之上。佢教你聽聲睇畫面，將禱告變咗做一種技術操作。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 我自己呢，也在這個 Sozo 當中得到了非常大的釋放，從童年的傷害，從在我過去很多受傷的回憶當中，完全的得到釋放。喺2019年，美國發生過一宗轟動靈恩派教會嘅事件。當時教會有一對領袖夫婦啦，佢哋個2歲嘅女突然死亡，但全教會發起咗一個運動，叫做 Wake Up Olive。呢種宣告信心本質唔係信神，而係想控制神。佢哋連續1個禮拜集體唱歌、跳舞、宣告、強迫個女復活。One week later. 佢哋喺社交媒體發起眾籌添，宣告神一定會將個女帶翻嚟世上。結果係點呢？佢哋個女當然係冇復活啦。呢種教導最殘忍嘅地方係佢完全唔尊重生命嘅主權，甚至踐踏死亡嘅莊嚴。佢哋將信仰變成一種強迫神聽我話嘅巫術。如果香港嗰對夫妻接受咗呢套只要我宣告死人都可以復活嘅歪理，佢哋點會喺個女死咗之後仲夠膽同差佬咁講吹氣想個女復活呢？當一個人相信只要我有足夠信心就可以改變死亡，佢就會開始拒絕接受死亡，甚至失去面對真相嘅勇氣。神賜俾我哋嘅醫療同埋科學從來都唔係敵人，係恩典。救恩唔係一套心理技術，你唔需要翻到過去改寫自己嘅負面記憶。其他嘅禱告內容我都唔想再睇落去。不過大家可以去呢個網址度自己查下。今集就講到呢度咁多先啦，我哋下次再 Wake and Watch。多謝收看，拜拜。如果大家仲有時間，不如睇埋以下呢幾頁啊。我從小靈比較敏銳，卻因無屬靈的知識，以致對於邪靈加在人身上的攻擊與攪擾感到無能為力。16歲時，我認識了耶穌，但是當時台灣教會對聖靈和內在醫治、釋放事工並不開放。從小到大，我看過一位以光形象出現的真神，但我在世界中找不到他，我不確定他在哪裡，也不知道該如何尋找。我已經不敢相信各種宗教信仰的教導。這時2005年，經由姑姑的介紹，有一位剛在全恩侍奉中心回台的同工西西告訴我，聖靈要他在桃園等候我。當時只覺得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我認為又是另一個騙局。聖靈要他在桃園等候我，當時只覺得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我認為又是另一個騙局，但他竟然等了我3天。我同意南下去高雄看看，但心裡依然有很多的防備，很怕又是另一個宗教的騙局。沒想到我一進到他家中，我終於見到了那位從小到大我不知該如何尋找的真神，充滿慈愛與恩典的全能主。我開始不斷的哭泣，因為我終於見到那位主每逢危難時刻會出現拯救我。那天去西西家的早上，停車場的草地上時領受到一首新歌，並且聽到一句話，你要幫我整理這些資料。隔天主立刻為我安排一項特別的恩典，當天是中元節，有個朋友替姊妹打電話告訴我，他被一群靈圍攻已經有1週時間，晚上無法入睡，還差點被抓走。我立刻跟他分享耶穌，主叫我去全恩侍奉中心的網站上印主權禱告文下來，主耶穌，我
放入自己所有曾使用过的名字，承认我曾犯罪得罪迷，我需要迷，并接受迷做我的救主。谢谢迷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接受迷做我生命的主宰。我现在邀请迷来做我生命中每一部分、每一时刻，从我受孕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永远的主宰，做我身体以及身体的每一个基因、细胞、组织、器官的气质和功能的主宰，包括神经系统，做我的健康，例如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过高等。求主在这些身体状况上做王掌权，做我的运动、饮食、休息、睡眠、外貌、体重以及我所有一切行为的主宰，做我的眼睛、视力、视觉系统及一切所看事物的主宰，做我的耳朵、听力、听觉系统及一切所听到的话语和声音的主宰。谢谢迷为我流出的宝血，使我能得自由。